大家好，我係純陽派女祖觀張龍潮觀長徒兒女龍曲，今日繼續為大家演繹呂祖無極寶懺電子經書59頁中和。叫天啟化，普渡少民談經演教讓正三生共修知經發展龍城今年正人讓奧立明三經知運於神之正正身正後正念正心身分次中金應天定受生養成積功力行一生五道都至上升。一帶一路並非口號。多謝大家收聽收睇，記得要按讚好同埋訂閱啦。我哋下次見啦，拜拜。